負責 A 組決賽即將開始，倒數準備。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。幾步有啲意外之後咧，機械人上咗頭車啊，跟住見到阿 B 火星 Kelvin 傑仔、阿心間仔大 B， 咪啊見到機械人啊 B 啊1、2車啊出咗路，後面3、4就見到傑仔、火星大 B、Kelvin 啊心間仔，哇行到2個轆啊！哇！瘦 B 啊，唔會放機械人啊，追住佢啊！哎呀 ，Kelvin 擺咗車啊，唔該機械人，小心啊，唔該晒。喂，拉開咗少少咧，阿 B 啊反而俾阿傑仔追住車尾啦。咁啊 ，Kelvin 後邊3、4車到就要讓㗎，唔該晒先。咁啊，頭車機械人帶咗出嚟㗎啦，啱個聲沙先。後邊瘦 B 傑仔火星3個識得玩咁樣啊！火星追住傑仔，傑仔係追住阿瘦 B。哇！係咁揩住個油缸啊！係斜咗啊！係咁掂到佢做車門咁滯啊！哎呀，機械人啱啜咗埋埲牆度喎，俾2、3、4車埋咗車尾啊！準備上車啊！咁啊 ，Kelvin 有最佳位置望到後面1、2、3、4車啊！機械一個失誤咧，而家變咗係瘦 B 傑仔火星大 B 機械人啊！大 B 啊乘機上埋個4車位置啊！機械人唔好放棄啊！你徒弟睇住你啊！你徒弟啊？佢睇講嘢，好笑啊！成行都係啊！仆街！我你食2斤花螺啊！哦，嗰陣時仲有6分鐘，明知係瘦 B 傑仔，我傑仔追債嚟啊！咁快！哎呀！升大 B， 哎呀傑仔反咗先，食花螺食到咁啊！大 B 啊抽到水啊而家 A 轉翻嚟咧就係火星瘦 B 大 B 啊！睇到有變動啦，有火星而家出直路，後邊要大 B 瘦 B 傑仔。邊個打邊個？邊啊？是但啦，你見車讓啦，你見車讓啦。使讓就讓啦。時間仲有5分半鐘，名字係火星大 B 傑仔機械人。不過 Kelvin 係要讓機械人嘅。係啊，唔該晒你。即刻拉手掣俾佢行。冇壓力，冇壓力，繼續。帶頭嘅而家係火星啊，揸翻台前面追住奸仔車尾。2車係大 B 嘅。喂，你2個追下大 B 啊，俾阿傑仔追住車尾啊！係啊，追到火星先玩啦！係咯，追到火星先玩。定係火星等埋咗一齊玩啊！哎呀，傑仔一個失誤俾阿大 B 放開咗啲啊！而家。你唔出聲個幫忙啦，仆街！咁啊，2車係600萬保路拉花出直道嗰架。後邊兩隻啦，見到白頭橙尾3車就傑仔，跟住再見到就係熒光黃綠頭冚嘅就係機械人4車位置。咁啊，頭車繼續係火星啦。而家火星直路尾捐入嚟啦，咁啊去到揸花台前邊。咁啊，半個圈距離見到嘅就係大 B 啊600星萬保路拉花，兩隻彎距離就見到係咪傑仔追住上去㗎啦？呢個就1、2、3車。4車就係機械人，跟住到瘦 B 阿心奸仔 Kelvin。咁啊，心後面頭車到啦，唔該晒阿心。唞唔到氣啊！哇！傑仔又追到去大 B 後面啦，時間仲有3分40秒左右。哇！傑仔啊追住大 B，而家見到啊左下角兩架600萬保路拉花同白頭橙尾。哎呀！傑仔過咗大 B 啦。哇！火星啊，繼續放咗出去，放到火星咁遠啦。奸仔唔係頭車，同你差唔多。頭車係火星。
而家名次係火星傑仔大 B 瘦 B 奸仔機械人阿森 Kelvin。喂，傑仔你可以追啊！火星啊開始，差唔多時間啦。咁啊，仲有3分鐘，仲有3分鐘，3隻彎。係啊，係啊，我已經攞咗呢個批文㗎啦。3隻彎。啊，火星開始翻一單仔㗎啦，咁啊2隻彎距離左右。2車傑仔3車大 B， 咁啊大 B 同傑仔都係2隻彎距離嘅啫。咁啊機械人預備讓車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到邊隻倒埋去，好在冇事。哎呀，受見場，場中間有反車，有冇巴士執車？場中間反咗車，巴士唔該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咁啊，去到最後2分10幾秒啦，名次繼續係火星傑仔大 B 奸仔。咁啊，帶頭嘅繼續係火星啦，而家場中間去右下角出條路。白車紫粉粉嘅拉花，2車就係白頭慘嘅傑仔，咁啊見到3隻彎後邊咧就見到大 B 啦。咁啊而家火星同傑仔嘅距離咧大概3隻彎到嘅啫，啱1條隧道嘅距離。時間仲有1分40秒。名次繼續係火星傑仔大 B 奸仔機械阿森瘦 B 奸Kevin。時間到1分半鐘啦，最後1分半鐘。咁啊繼續係火星帶緊頭，咁啊見到2隻彎距離仲係就見到傑仔嘅。咁啊仲有1分10幾秒，睇下傑仔追唔追到火星啦。望埋佢好似追近咗少少。哎呀，傑仔一個失點出停咗架車，咁就放開咗火星啦。最後50幾秒，繼續係火星傑仔大 B 奸仔。我而家見到頭車火星咧喺度揸台前面㗎啦，就快出條路。跟住我哋大師組都可以嚟啊！大師組都翻嚟。奸仔同圈㗎。睇下先，奸仔大 B 係同圈㗎喎，而家奸仔追到大 B 車尾啦，最後20秒啊！Tommy 使緊張到自己鬥啊嘛。唔該奸仔，請你飲汽水。飲汽水咁少。最後10秒，咁啊而家見到奸仔就追住大 B 嘅，最後幾秒。喂，睇住！繼續跑，繼續跑，繼續跑啊！唔好拍手掌啊！奸仔你可以過去啦，恭喜晒！麻煩火星傑仔大 B， 火星傑仔大 B 需要驗車。